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視障人士家庭資源中心第110期活動通訊。活動報名日期2026年1月12日星期一，地址深水埗南昌街223至227號明都廣場閣樓 M1 室，電子郵箱frc@hksb.org.hk， 網上電台 YouTube-FRC-HKSB， 中心面書 www.facebook.com/hksb.prc， 電話29949655，活動電話及 WhatsApp 62999349，傳真29949648。中心通告：最新重要提示：一、暴雨及颱風活動安排。中心舉辦活動之暴風雨警告、颱風或惡劣天氣安排。喺惡劣天氣底下，中心會喺活動前2小時按以下指引決定活動會否如期舉行。指引1：中心服務。1號風球、3號風球，教育局宣布停課或者黃色、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中心服務會如常進行。8號風球或以上，或者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中心服務會停止。指引2：中心活動。1號風球生效時，中心活動會如期舉行。3號風球或以上，或者黃色、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中心活動會取消。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29949655或者62999349查詢。2、小組及活動報名事宜。為了讓會員清楚參與中心活動的規則，現提醒各會員有關以下規則：家庭活動舉行的目的是為促進家庭和諧關係，故視障會員應與直屬的家庭會員一同參與該活動。如視障會員沒有家人陪同，但欲加入另一家庭的隊伍中，除要得另一家庭應允外，亦須作後備處理。一般活動參加報名的會員，如欲邀請非會員親友一同前往，該親友將列入後備名單。若活動舉行前2天仍有活動餘額，便能參與該活動。而不論後備能否成功參加，工作員將致電通知。為回應會計及財務安排，請會員於參加活動時繳交該次活動的收費。若已報名但未能如期出席，而該活動又未有後備會員補上，請缺席會員於2星期內繳交所需款項。3、職員資訊。新職員到職。各位會員及家長大家好，我是新到職同事陳姑娘，很開心可以成為香港盲人輔導會的一份子，請大家多多指教。非常歡迎大家常常找我聊天，更期待日後可以在不同活動認識大家。幼兒活動 FRC 兒童培訓計劃 Playhouse 簡介：參加 FRC 兒童培訓計劃之兒童及家長一起參加小組訓練，日期2026年2月7日星期六，時間下午2點至5點，地點觀塘寧進中心，合辦機構 Sparkles Playhouse， 名額6對，費用20蚊。FRC 兒童培訓計劃音樂天地簡介：參加 FRC 兒童培訓計劃之兒童一起參加音樂小組訓練，日期2026年3月21日星期六，時間下午3點30分至4點30分，地點本中心，導師羅浩斌先生，名額8位，費用10蚊。
兒童及青年活動英文遊戲之夜簡介：大家齊聚網上平台玩英文趣味遊戲。日期：2026年1月2日至3月27日，逢星期五，共12節。時間：下午6點30分至7點15分。地點：網上平台。名額6位，費用全免。兒童及青年活動 Zoom 看世界簡介：透過虛擬之旅探索世界各地的文化和奇觀。日期：2026年1月2日至3月27日，逢星期五，共12節。時間：下午7點15分至8點。地點：網上平台。名額6位，費用全免。飛一般大挑戰簡介：和義工一齊體驗飛鏢的樂趣。日期：2026年1月10日星期六。時間：上午11點至下午1點。地點：油麻地。合作機構：救世軍油麻地青少年綜合服務。名額8位，費用10蚊。備註：參加者於油麻地港鐵站 C 出口集合及解散。心聲合唱團敲擊樂班2026第一季簡介：教授各種敲擊樂器，掌握基本演奏技術和節奏感，鍛鍊團隊合作能力及聽力技巧等。日期：2026年1月10日至3月21日，逢星期六，共6節。時間：下午4點30分至5點30分。地點：本中心。資深聲樂導師羅浩斌先生，音樂助教周婉寧小姐。名額6位，費用120蚊。備註：1. 活動詳情將另行通知。2. 另付100蚊按金，準時及出席滿80% 或以上，即可全數退回按金。兒童及青年活動 Sharp 醒主持訓練班簡介：學習活動主持技巧，提升溝通技巧和表達能力。日期：2026年1月24日、1月31日、2月7日、2月28日、3月7日及3月14日，逢星期六，共6節。時間：上午10點30分至中午12點。地點：本中心。合作機構：同情共融教育中心。名額6位，費用60蚊。共同遊年宵簡介：義工與會員一起狂年宵，感受新年的節日氣氛。日期：2026年2月14日星期六。時間：下午2點至4點。地點：維多利亞公園。合辦機構：聖雅各福群會、青盟、銅鑼灣綜合服務中心。名額8位，費用10蚊。備註：參加者於天后港鐵站集合及解散。室內遊樂探險日簡介：在中心活動室盡情暢玩遊樂設施。日期：2026年2月16日、2月20日、2月23日、2月24日、2月25日、2月26日及2月27日，星期1至5，共7節。時間：上午11點至中午12點。地點：本中心。名額6位，費用10蚊。兒童及青年活動一期一會簡介：學習不同棋類遊戲，例如象棋、圍棋等。日期：2026年2月16日、2月20日、2月23日、2月24日、2月25日、2月26日及2月27日，星期1至5，共7節。時間：中午12點至下午12點30分。地點：本中心。名額6位，費用10蚊。同你遊社區簡介：一起到戶外進行小任務，探索社區，贏取小禮物。日期：2026年2月24日及2月26日，星期2及4，共2節。時間：下午2點至3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20蚊。農曆新年烹飪系列港式格仔餅簡介：製作港式格仔餅。日期：2026年2月16日星期1。時間：下午12點30分至2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20蚊。港式西多士
簡介製作港式西多士，日期2026年2月20日星期五，時間下午12點30分至2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20蚊。港式蛋撻，簡介製作港式蛋撻，日期2026年2月23日星期一，時間下午12點30分至2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20蚊。韓式紫菜飯團，簡介製作韓式紫菜飯團，日期2026年2月24日星期二，時間下午12點30分至2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20蚊。韓式泡菜煎餅，簡介製作韓式泡菜煎餅，日期2026年2月25日星期三，時間下午12點30分至2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20蚊。粟米豬肉水餃，簡介製作粟米豬肉水餃，日期2026年2月26日星期四，時間下午12點30分至2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20蚊。麻薯波波，簡介製作麻薯波波，日期2026年2月27日星期五，時間下午12點30分至2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20蚊。新年竹編畫，簡介製作新年竹編畫，日期2026年2月16日星期一，時間下午2點至3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10蚊。馬年揮春，簡介製作馬年揮春，日期2026年2月20日星期五，時間下午2點至3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10蚊。新年福袋，簡介製作新年福袋，日期2026年2月23日星期一，時間下午2點至3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10蚊。新年搖搖樂掛飾，簡介製作可搖動之新年掛飾，日期2026年2月25日星期三，時間下午2點至3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10蚊。馬年紐扣畫，簡介製作馬年紐扣畫，日期2026年2月27日星期五，時間下午2點至3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10蚊。筆織布筆盒，簡介製作卡通筆織布筆盒，日期2026年3月30日星期一，時間上午11點至中午12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10蚊。玻璃曲奇，簡介製作玻璃曲奇，日期2026年3月30日星期一，時間下午12點30分至2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20蚊。動物無線畫，簡介製作卡通動物無線畫，日期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時間上午11點至中午12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10蚊。朱古力杯子蛋糕，簡介製作朱古力杯子蛋糕，日期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時間下午12點30分至2點，地點本中心，名額8位，費用20蚊。音樂百寶箱，簡介一起認識不同的樂器，日期2026年3月30日、3月31日、4月1日及4月2日，星期1至4共4節，時間下午2點至3點，地點本中心，名額6位，費用10蚊。家庭活動，為你鼓舞非洲鼓親子班2026第一季，簡介透過親子一起合作打非洲鼓，提升親子間的默契及溝通。日期2026年1月10日至3月14日，逢星期六共6節，時間下午3點30分至4點30分，地點本中心，合作機構 Wishes 陳思韻小姐柴老師，音樂助教廖傑康先生，名額4對，費用240蚊。備注1，活動詳情將另行通知。2，另付100蚊按金，準時及出席滿 80% 或以上，即可全數退回按金。3，
中心會提供非洲鼓工上堂時使用。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2026簡介：家長與會員一起狂美食嘉年華，做小任務，體驗本地漁農的生活。日期：2026年1月10日星期六，時間下午5點30分至6點，地點旺角花墟公園，名額6對，費用全免。親子美食總動員簡介：義工帶領親子會員一起到超市購物及製作甜湯圓。日期：2026年1月17日、1月24日及1月31日，逢星期六共3節。時間：1月17日係下午4點30分至5點30分，1月24日及1月31日係下午3點30分至4點30分。地點本中心，合作機構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名額4對，費用30蚊。家庭活動：壁畫與草莓樂遊日簡介：走進充滿藝術氣息的錦田壁畫村，欣賞繽紛創作，再到葡萄園親手採摘士多啤梨。日期：2026年1月18日星期日，時間上午10點至下午5點，地點錦田及朗屏，名額20位，費用100蚊。備註：1. 參加者於本中心集合及解散。2. 活動費用已包括旅遊巴、午餐費用及1磅草莓。馬力全開迎新春簡介：協助佈置新年裝飾，為新年家庭聚會作準備。日期：2026年2月8日星期日，時間中午12點至下午1點30分，地點中心及總會西翼 M 樓禮堂，名額6對，費用全免。幸福加碼新年聚簡介：新年家庭聚會，一起玩親子遊戲及享用美食。日期：2026年2月8日星期日，時間下午2點至4點，地點總會西翼 M 樓禮堂，名額30位，費用50蚊。家庭活動：歡樂披薩工作坊簡介：親自採摘新鮮食材，製作及享用美味的披薩。日期：2026年3月15日星期日，時間下午1點30分至6點30分，地點大埔林村。合作機構 New Zealand Organic Farm HK， 名額16人，費用60蚊。備註：1. 參加者於佐敦港鐵站 C 出口集合及於本中心解散。2. 活動費用已包括旅遊巴及1份披薩費用。持續課程活動 FRC 愛同行青年義工組，日期2026年1月至3月，逢星期六共3節，時間中午12點至下午1點，地點本中心，名額12位，費用全免。備註：活動時間將與中心職員商議。點字你要知2026第一季，日期2026年1月至3月，共6節，時間與導師商討，地點本中心，名額4位，費用180蚊。義務導師邱成南小姐。備註：1. 活動時間將與導師商議。2. 必須於2026年3月31日前完成所有課堂及補堂，如未能依期完成，將不獲補堂或退款。MAPS 沿途導航計劃親子篇 P for Physical 體能親子感官體驗簡介：與家人一起體驗各種觸感遊戲及設施。日期2026年3月15日星期日，時間中午12點至下午1點，集合及解散地點佐敦莊士倫敦廣場。合作機構百田遊園，名額8對，費用30蚊。備註：活動費用已包括入場費及輕食。MAPS 沿途導航計劃會員篇 M for Mindfulness 靜觀。靜心頌響青年頌缽班2026第一季簡介：透過
頌缽聲音療法，學習放鬆心情，舒緩壓力，活出輕鬆自在人生。日期2026年1月24日、2月14日及3月21日，逢星期六，共3節。時間中午12點至下午1點。地點總會西翼 M 樓禮堂。合作機構 JK Yoga and Wellness Studio Limited。名額8位，費用60蚊。MAPS 沿途導航計劃會員篇 A for Art 藝術燈影和紙工房簡介：利用紮染工藝製作獨一無二的和紙小檯燈。日期2026年2月21日星期六。時間下午3點30分至5點。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合作機構染樂工房。名額6位，費用40蚊。S for Support 互助，為你鼓舞非洲鼓青年班2026第一季。簡介：學習打非洲鼓，提升溝通、自信心及節奏感。日期2026年1月10日至3月14日，逢星期六，共6節。時間下午2點30分至3點30分。地點本中心。合作機構 Wishes 陳思韻小姐、柴老師。名額6位，費用180蚊。備註： 1. 活動詳情將另行通知。2. 另付100蚊按金，準時及出席滿 80% 或以上，即可全數退回按金。3. 中心會提供非洲鼓供上堂時使用。MAPS 沿途導航計劃會員篇 S for Support 互助心聲合唱團2026第一季。簡介：教授基礎的歌唱技巧、運氣、發聲方法、簡單樂理、律動及節奏等。日期2026年1月10日至3月14日，逢星期六，共6節。時間下午4點30分至5點30分。地點本中心。資深聲樂導師殷彩琳小姐。音樂助教廖傑康先生。名額8位，費用180蚊。備註： 1. 活動詳情將另行通知。2. 另付100蚊按金，準時及出席滿 80% 或以上，即可全數退回按金。職業體驗之小小水手。簡介：登上遊船，了解船隻結構、航海儀器、安全知識及穿上水手服，體驗水手的工作。日期2026年2月21日星期六。時間下午1點至3點。集合及解散地點：尖沙咀碼頭。合作機構 The Little Manager 及水上的士。名額10位，費用50蚊。MAPS 沿途導航計劃會員篇 S for Support 互助我們自由了。簡介：一起玩社交及觸感遊戲，並享用遊樂場地設施。日期2026年3月15日星期日。時間上午11點至中午12點。集合及解散地點：佐敦莊士倫敦廣場。合作機構百田遊園。名額8位，費用30蚊。職業體驗之小小中醫。簡介：中醫師介紹中醫診所常用的醫療及診症用品，亦會一同製作獨一無二的中藥包。日期2026年3月21日星期六。時間上午10點30分至11點30分。地點總會西翼 M 樓禮堂。合作機構 The Little Manager。名額10位，費用30蚊。MAPS 沿途導航計劃家長篇 M for Mindfulness 靜觀靜默時光書法坊2026第一季。簡介：學習北魏楷書書法技巧及創作。日期2026年1月12日、1月19日、2月2日、2月9日、3月2日及3月9日，逢星期一，共6節。時間上午11點至下午12點30分。地點本中心。導師治癒米靜賢小姐、米老師。名額6位，費用480蚊。
花花世界簡介，體驗插花有關的知識及技巧。日期2026年1月17日星期六，時間上午11點至中午12點，地點本中心，導師直菊芳蔡美雲小姐，名額8位，費用60蚊。花樣生活2026第一季簡介，學習與園藝有關的知識及技巧。日期2026年1月24日至3月21日，逢星期六，共6節。時間上午11點至中午12點，地點本中心，導師直菊芳蔡美雲小姐，名額6位，費用480蚊。MAPS 沿途導航計劃家長篇 M for Mindfulness 靜觀，靜心頌響家長頌缽班2026第一季簡介，透過頌缽聲音療法，學習放鬆心情，舒緩壓力，活出輕鬆自在人生。日期2026年1月24日、2月14日及3月21日，逢星期六，共3節。時間下午1點30分至3點，地點總會西翼 M 樓禮堂，合作機構 JK Yoga and Wellness Studio Limited， 名額6位，費用120蚊。情人節鮮花簡介，學習插花的知識及技巧。日期2026年2月7日星期六，時間上午11點至中午12點，地點本中心，導師直菊芳蔡美雲小姐，名額6位，費用60蚊。絲藝香皂工作坊簡介，學習製作絲藝造型香皂的技巧。日期2026年2月14日星期六，時間上午11點至中午12點，地點本中心，合作機構 Joyful Life Company， 名額6位，費用40蚊。MAPS 沿途導航計劃家長篇 M for Mindfulness 靜觀，筆墨情濃書法體驗班簡介，學習基本書法知識、筆法和書寫技巧。日期2026年2月28日及3月7日，逢星期六，共2節。時間下午1點45分至2點45分，地點本中心，導師治癒米靜賢小姐米老師，名額6位，費用80蚊。A for Art 藝術和風浸染之旅簡介，利用紮染工藝製作獨一無二的和紙小台燈。日期2026年2月21日星期六，時間上午11點至下午12點30分，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合作機構染樂工房，名額6位，費用40蚊。絲葉流轉花印輕體驗簡介，使用不同的植物及樹葉製成優雅的絲巾。日期2026年3月14日星期六，時間上午11點至下午12點30分，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合作機構染樂工房，名額6位，費用40蚊。MAPS 沿途導航計劃家長篇 A for Art 藝術家長齊製乾花燈泡頸鏈簡介，製作乾花燈泡頸鏈。日期2026年3月15日星期日，時間上午11點至中午12點，集合及解散地點佐敦莊士倫敦廣場，合作機構 M Flower Workshop， 名額8位，費用30蚊。P for Physical 體能瑜伽 Chill Time 2026第一季簡介，透過瑜伽伸展動作學習放鬆，管理壓力及情緒。日期2026年1月10日、1月31日、2月7日、2月28日、3月7日及3月14日，逢星期六，共6節。時間下午12點30分至1點30分，地點總會西翼 M 樓禮堂，合作機構 JK Yoga and Wellness Studio Limited， 名額6位，費用480蚊。中心開放時間星期1至4及星期六上午10時至12時，下午1時至6時。星期五
下午1時至晚上8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編輯委員會出版香港盲人輔導會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視障人士家庭資源中心。督印復康服務總監曾淑儀女士。總編輯視障人士家庭資源中心中心主任楊可欣姑娘。編輯小組張楚君姑娘、陳子晴姑娘、謝俊陽先生。